呢度係一條沉默嘅邊境線，每一日嘅破曉都會有人喺呢度凝望，唔係為咗欣賞日出，而係為咗確保呢一片土地上面嘅每一寸光都可以安穩咁樣照入去千家萬戶。今日陳曉宇喺舊檔案室入邊發現到一封信，就即刻攞俾黃隊長睇。原來呢一封信係殉職嘅劉隊長留俾佢嘅女嘅最後一封信。信入邊只有一句說話：爸爸唔能夠陪伴你長大啦，但係呢一片土地會代替我去擁抱你。3點鐘方向，有人試圖破壞緊邊境鐵網。曉瑜即刻通知咗指揮部，並且啟動咗緊急頻道，並且想同思晴一齊去剿滅敵人。但係思晴同佢講，守護唔係一個人嘅拼命，而係令希望活着嘅人接棒。思晴獨自一個去面對敵人。黃思晴衝向黑暗，槍聲驟響，又歸於沉寂。片刻之後，晨光穿過雲層，佢押住嫌疑犯返嚟。制服染上咗血，但係神情依然好堅定。天光啦，每一次嘅危機嘅終點都係咁樣，日日將黑暗退去，國旗升起，總會有人企喺光同暗嘅交界，沉默咁樣同成個世界講：黑暗永遠抵擋唔住天亮。國家安全從來都唔係抽象嘅概念，佢係邊境線上面永遠都唔會熄滅嘅燈塔，更加係每一個普通人安睡嘅時候，有人為你徹底守望嘅承諾。守護呢一份安全需要專業、忠誠，更加需要全民嘅覺醒同埋參與。因為呢一片土地上面嘅光明，永遠始於我同你嘅共同捍衛。